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跟你聊心疼自己。人該有多失望，才會選擇閉口不言？那些說不出口的委屈堆積成山，每一次期待落空，都像細針扎心。你曾努力解釋，試着讓對方明白，可是語言變得多餘，像風中吶喊。情緒漸漸累積，終於到了臨界點。那一刻，你發現自己真的沉默了。原來情緒到點，可以沉默到無聲，一句話都不想說，只留下呼吸。你保留了沉默，當作最後的權利。這不是無話可說，是心累了。曾經那麼用力，想要被聽見，如今卻寧願安靜，躲進殼裡。因為你知道，多說只會更痛。失望淹沒了期待，聲音就沉了。每一次開口，都像撕裂傷口。與其再次受傷，不如選擇止語。沉默不是認輸，是自我保護。你把力氣留給自己，不再消耗。終於明白，有些話說了也沒用，只能把心事交給漫長的夜。你靜靜坐着，聽時間滴答流逝，所有情緒在胸口，卻吐不出聲。只保留沉默的權利，是心疼自己最後的方式。你終於肯承認自己撐了太久，讓沉默包裹疲累，不再辯解。這份沉默是盾牌，也是療癒。不解釋，不爭辯，讓心短暫喘息。世界依舊喧囂，你卻選擇靜音。這份安靜是給自己的溫柔。沒有人懂也沒關係，你懂就好。眼淚流前後，沉默是避風港。終於不再勉強接納這份沉寂。當話語失去意義，安靜是答案。你學會用沉默來包裹傷痕。那些無法言說的，就讓它去吧。閉口不言，是對自己最深的慈悲。在沉默裡，你重新學着呼吸，慢慢縫合那些看不見的裂痕。從此保留沉默的權利，心疼自己，直到某天再有力氣開口為止。